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已經嚟到《使徒行傳》最後嘅一講啦，就第7講。保羅最後終於去咗耶路撒冷，後來又去埋羅馬，然後保羅就喺羅馬為主被囚，然後《使徒行傳》就結束喺28章，所以由21章到28章就講保羅最後呢一段嘅行程。雖然呢段經文比較長啲，但好有興趣。特別保羅坐船嘅時候，點樣遇到海難啊？哇！隻船撞埋去一個島嗰度，然後點樣島上面啲居民就預測呢個人咧一定會死，因為竟間有條蛇走出嚟咬住保羅隻手啊！點不知保羅一揈開條蛇，佢竟間冇死到。哇！嗰啲土人又覺得呢個係神嚟㗎。所以保羅有好多好寶貴嘅經歷。喺21章，佢哋咧結果就開船去到哥士，然後到咗羅比，又到咗柏大拉。咁於是佢哋就另有一隻船去腓利基嘅，咁就喺推羅上岸，揾到一啲門徒，佢哋就住咗7日。佢哋就告訴保羅：你唔好上耶路撒冷啊，因為你必會被捆綁。但係保羅卻係心意已決，佢哋呢就喺岸上邊祈禱辭別佢哋。到咗多利買問候嗰度嘅弟兄，第二日就去咗凱撒利亞，去咗腓利嘅屋企與佢哋同住。有先知亞加布喺猶太落嚟，佢拎咗保羅嘅腰帶就綁住自己嘅手腳，然後佢就講預言啦。佢話聖靈咁樣講，喺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綁呢個腰帶嘅主人。佢哋住咗冇幾耐，咁結果就去其他嘅地方啦。到咗耶路撒冷，佢哋就去見雅各長老，其他嘅長老都喺度。保羅就向佢哋問安，將上帝點喺外邦人中間嘅工作全部講俾佢哋聽，而且歸榮耀俾神啊。咁保羅就帶住4個人就開始行潔淨禮進咗聖殿，咁報告潔淨預備嘅日子，等候祭司為各人獻上祭物。保羅喺聖殿就被捕啦，報告千夫長帶士兵同埋幾個百夫長去到嗰度，因為驚啲人殺保羅咁於是帶咗保羅入去營樓，就請千夫長准去向民眾說話。於是保羅就將自己歸主嘅經歷奉召向外邦人傳道，同埋點樣神使用佢見證主嘅道。咁後來佢自己就向長官交涉，佢話我係羅馬人啊！哇，嚇到個長官。個長官話我都使咗好多錢先成為羅馬人，點解你會係羅馬人？保羅話我生出嚟就係。咁於是23章喺議會入邊，保羅又自辯佢就因為知道佢哋下邊嗰啲人一部分係撒都該人，一部分係法利賽人，呢兩 group 嘅人呢對復活有唔同嘅睇法。結果保羅就特登挑起佢哋，就結果呢等佢哋互相嘅辯論咁而有40幾人係陰謀立咗誓要殺保羅嘅。結果千夫長就派好重嘅兵團圍住保羅，保護佢，送去佢到腓力斯總統嗰度。咁咧夜間佢就同保羅帶到去安提帕底，然後就去咗該撒利亞。到24章大祭司亞拿尼亞同埋幾個長老同埋一個帖士羅嘅律師就要控告保羅。保羅為自己辯論，
腓力斯為咗討猶太人嘅喜悅，就將保羅放喺監入邊。到咗25章，保羅向該撒上訴。過咗一啲日子，亞基帕王同埋百尼基嚟到該撒利亞，咁要拜訪米斯都。到咗26章，喺亞基帕前面申辯，呢篇又係好精彩嘅辯詞啊！保羅卒之喺亞基帕王面前有得申辯，佢又係敘述佢歸主嘅經過，向猶太人同埋外邦人作見證。保羅就想亞基帕都信主，所以你可以見到保羅嘅膽量。佢唔驚，佢唔理你係邊個，你係王都好，你係咩分封嘅王，你係高官都好，我都要求你信耶穌。各位，今日我哋應該向所有嘅眾人都發出邀請，鼓勵人信靠主，歸向主。然後到咗27章，百夫長猶流有一隻亞大米田嘅船，咁啦喺梅拉。就遇到一隻亞歷山大嘅船，咁去意大利嘅，咁於是佢哋就踏上旅程，要去羅馬啦。結果就佢哋就喺嗰度背風啊嚇，隻船一路開，咁咧有一股叫做有拉甲羅嘅東南颶風。哇！原來當時啲颱風都已經有名㗎啦，好似最近香港打風嗰啲好出名嘅颶風嚇。原來呢個嘅風叫做有拉甲羅嚇。咁船咧，因為風太大冇辦法航行，保羅咧就得神使者告知同行嘅人全部會安全嘅。咁咧，所以水手就本來擔心想要逃走嘅，結果就神保全佢哋全船一共276人。保羅就叫佢哋：你哋好多人唔好食嘢，快啲食餅，然後就可以生存落去。到咗28章，保羅就結果喺馬耳他島上邊，當地嘅人好友善嘅招待佢哋，咁就佢哋就生咗火有條蛇就出嚟咬住保羅隻手，咁佢哋以為佢會死，結果佢唔死，結果就話佢係神。咁於是有個島長叫做布伯流，就盡情嘅接待佢哋3日。佢爸爸咧係有熱病嘅，咁結果咧保羅就醫好佢，等佢可以好返。佢哋喺嗰度過咗3個月，就上咗一隻亞歷山大嘅船，叫做安斯雙子嚇。咁佢哋咧就喺嗰度開始航行。後來再去到一個地方住咗7日，終於佢哋就到咗羅馬啦。保羅就同士兵另外住喺一笪地方，喺保羅嘅住處，從早到晚有人嚟探保羅，保羅就向佢哋講解神嘅話。佢喺自己所租嘅房子一共住咗2年，嚟見佢嘅人佢都接待。喺28章31節有一句咁樣嘅說話：放膽傳講上帝嘅道，教導主耶穌基督嘅事，冇人禁止。保羅放膽傳福音，放膽叫人信主，放膽教導主耶穌基督嘅事，係冇人禁止嘅。呢個就係《使徒行傳》28章結束嘅時候嗰個嘅語氣。各位弟兄姊妹，《使徒行傳》
仲未完嘅。使徒行傳等緊本續集我哋通常話一本書如果好長嘅有上中下三集，有啲咧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第六集，咁一路傳落去。使徒行傳由當時初期教會一路到而家2025年，傳咗幾多呢？今日我哋都喺度書寫教會嘅歷史，我哋好需要堅定地帶住能力地為主作見證，因為你就係今日教會嘅主角。我哋喺教會所做嘅嘢，我哋點樣為主作見證，我哋點樣傳福音，我哋點樣領人歸主，都喺教會嘅歷史嘅裏邊。所以求神使用你成為好嘅見證人，寫下佳美嘅篇章，成為將來歷使徒行傳續集留低你嘅痕跡，留低你傳福音嘅事跡。所以願主祝福你，願天父大大使用你。